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初5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林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中秋连假游玩是有真侪，全台各地超人去到花莲灾区斗洗厝内斗清水沟也需要人去倒贴沙包为风台做准备。全营台南市环保局伫咧黄金海岸发现有民众超过暗时10点也搁咧放炮，落尾是依法开出2张3000块的罚单。台中有山友爬山摔断脚骨，互直升机载落山就医。伫咧南投甲苗栗，嘛是有民众爬甲昏去，送病院有关不幸过身。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中秋连假游玩是有真侪来自全台各地超人去到花莲的灾区，去甲因倒洗厝内倒清水沟啊。即马嘛有需要人去甲因倒贴沙包，提早为了风台来做准备。另外，最近是有传出讲，有这不少的人士会伫网络甲志工诈骗，甚至扮作国军来骗物资。综协调官桂连胜就强调，会依法来办理。手提土啊，头鬃拔起，直接跳落去这排水沟。真细粒子的这帮乐天桃园啦啦队队长兰兰来到花莲国河乡，唔惊垃圾个辛苦，斗3工来乌遮烂土。看到各地的状况，其实还蛮难过的，这样，然后就想说。一放假，然后就有时间可以过来帮忙，就是所有的，不管是民宅啊，然后像我们今天一整个下午都在清这个光复国中前面的整排水沟，然后就是为了把它挖通，然后让它可以疏通，不然下次水再来的时候，它会再淹上来。第9连救援来到灾区，兰兰讲原本一开始是要替其中一个救援，区险到清引导烂土，结束了再搁刷到别个所在继续挖。有各地志工来公河乡斗3工，中央前线协调所讲，种交河清理进度已经100%，道路清理大约是95%。这2工重点是全力放伫30公里长的清水沟作业。除了这清洁队加清沟车、高压清洗机这机械，更加需要志工来协助倒清巷仔内底的沟仔槽。另外围是需要贴沙包的志工提前来做风化风态作业。有的清沟车，速度一天呢只能清20公尺左右，有的好一点，大概60公尺。今天会调集到650个这个清沟槽。那另外呢，也感谢很多的网友朋友，我们在发布网友讯息之后，很多人都自发的来。但是未来呢，还是要用大型的机具，希望整个可以通，水沟通了，侧沟通了，我们马桶才有可能会通。还有这个保安室，我们还是继续有志工在那边，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年的这个台风季还没有结束，我们预计要装1万个沙袋，提供给光复乡公所。最近也出现不少分子对志工诈骗，总协调官桂连胜提出严正警告，强调除了利用网络社群的不法探钱行为，对物资收容站出现清军号、假冒国军身份来骗取物资的这派人，相关认定是诈骗行为，依法上班。记者综合报道。这届连假也是有遮尔侪志工去到花莲来到救灾，毋过虽然陆续传出这志工调度甲交接的问题，就连官府的公务人员嘛拢有超时连续上班7天的状况。针对这件代志，总协调官桂连胜就表示讲，所有伫咧灾区服务的公务人员拢会以专案来处理加班。一台搁一台货车载满物资，直送花莲市中正体育馆，各个爱心浴日。饮水饼、个人卫生用品拢总有对干那山，全靠物资超人整理分类，只为互每一分心意拢发挥上大的效用。也毋过志工多数短暂停留，要找到会当统筹协调的小组长交接并不简单。那县府这边反而有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去 handle 这一切，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工作特质里面，他们不见有的就是有这个领导统御。有志工小组长找不到人换班，差1点无法度登记，建议官府拨点有管理能力的志工，若无代志会做袂好势，官府回应现场有领着轮班驻守，有问题拢会当提出。只是一个公益团体它内部的一个轮班的情形。如果在现场帮忙的志工朋友们有任何的问题，请跟川竹花莲县政府备线的同仁做反映。现场工作真无用，前线志工只会让家己掠时间休困。也毋过官府的公务人员也面临同款的问题。花莲县机关因花比表示，真侪公务人员，包括局处首长上班拢超时，甚至超过7日上班，拢无休假。那到底怎么样休息，怎么样排轮班？那我想可能这件事情都是会要好好的规划，否则你过度劳动的话，它其实没有品质，也不是我们乐见的。地区所有灾区的服务的公务人员都要专案处理他的加班问题，而不是用一般的加班啊。
限制因素，通通都取消掉，都完全按照专案处理灾后救援的工作的这个辛劳度来算他的加班费。总协调官桂连成强调，除了专案处理加班问题，各部会也拢爱轮班。举例来讲，灾防办公室已经轮3轮啊。国军方面是自行调整部队能力，因为救灾是一场长期的行动，更较需要维持体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虽然目前花莲的灾区是拢已经整理甲差不多啊，不过其实伫咧较边远的所在，有原是有受灾户伫咧等待期久甲4天去到3天。另外嘛有真侪农民是真无奈，因为稻仔田是规片拢引起恐惊损失几百万，而且这产地有可能要过至少5天才有法度再来种植。泥沙淹过之后呢，它就不会开花，它开花呢，它就没有这个饱足感了。搁再来到家己的田，农民心中真感慨。原本规片的稻穗已经即要开花结果啊，无想即摆拄着这灾害，一切全部拢黑油去了。整片绿油油的稻田，原本到了10月底就是收成阶段，如今被泥水侵袭，稻穗根部都被淹没。农民评估已经全数不会结穗。农民初步估算，家己伫太白龙部路北户村的田全部予土沙淹过，就6架地，也若雨水淹过浸过地，竟有20架，甚至有2架地已经变做河川流了。加这收成的损失至少400万，另外也有田的租金、农机具贷款、加肥料、灌水用这些成本。成本加下来，我看这个几百万跑不掉，根呢，可能都需要好几年。那复耕之后，要养土方。相反，总好那一层为了花莲光复甲河林交界，原本拢是田种真水，一片的蓝图要行入去都困难。淹到的所有的稻田，很多树木啦、铁皮这些的，应该先清除再说。清除完，不要涨。你界限现在都没有分不清楚了。农民评估土地要恢复耕作，至少要5年到20年，也烦恼原本真肥的土浸土沙了后出现无多有料影响。那掩埋或是冲损的这个部分呢，它是属于一次性的补助，这一期做没有办法复耕，那每一期做申请，然后再进行每一座的这个视状况的进行这个补贴这样。另外，伫中华过杯旅游民众要求合作，做大片的土沙贴设伫遐。要铁片十不这物件，随上才伫灾害进前，拢是一间一间的厝，就是唔拿转会。这物件已经就伫家12天啊。我心里很紧张，我说我奇怪，我们左右都弄了啊，我家怎么搞的都还没用？我的东西不是那种泥土，他说太复杂了，所以他们今天才来。讲好各地议员真侪民众需要合作，希望中央甲地方合力斗3天，互生活恢复正常。记者综合报道。马太安溪崩山湖造成这么大的灾情，林保署是继续伫咧监测当中。根据调报告显示，这土石也阁有83%，拢阁伫咧顶头崩山的所在，敢若17%是流落去积极的溪部。除了有赶紧来清这溪部的土沙，嘛有做临时的补换，要预防阁再做水灾。也另外嘛，阁有派一支探勘队是爬起嚟到崩山湖遐调查状况。对画面中议员看到土粉议员是夜夜飞，林保署随时继续出动空袭机，监测马太安溪崩山湖暂时是无过样，不过两边山坡面却是无啥稳定。根据农村水保署上新分析报告显示，若石是崩山湖，红石是崩落所在，总土沙堆积量3亿外方，83%有2.5亿方也伫崩落所在，17%堆积伫中下游河道。期待它是分批，然后慢慢的这样子流出来，就比较没有问题。比较担心是说，如果是一次大量的流出，那伤害就会比较大一些。注意到对空中翕的画面是每天拢有更新，拢是由也伫山谷内底人员坚守这工作完成的。另外，也有一支9人的探勘队，冒生命危险，用行进入去灾后的崩山湖，沿途拢有在看到石头崩落，地形是真夹，也个真破碎，而且穿开也困难。那边是，从山上进来的水哦，有水的，然后那边是溢流口，溢流口在那地方。经由新闻实验室小组制作的动画，看到崩山湖一流出来了后，大水，也个这土石20分钟了后就到马太安溪桥。
上来甲桥冲歹去，无过了后，水淹入公河市区。在后面上来保护民众性命财产。中央讲暂时爆发起大约3公尺悬，沿东1公尺悬的大水，引来河道清洁土石的工作也袂使停。记者综合报道。昨是中秋连假头一天，真侪人拢去咧巷肉放炮啊！伊毋过要提醒大家，若是过暗时10点啊，就毋通搁再来放炮。昨台南市的环保局就伫咧黄金海岸发现有民众暗嘛，抑搁伫咧放炮，落尾是依法来开出2张3000块的罚单。时间已经超过暗时10点，台南市黄金海岸线还阁有民众咧放烟火，客家人员伫10点之前早就开始看到，不过同款嘛是有外来游客来违规放烟火还开单。环保局指出，这2天拢总看到129件，10件开出罚单。3号在黄金海岸发现2起违规部分，现场依违反噪音管制法，予以告发处分。在地里长讲，黄金海岸附近带上百户徛街，平常时就加减有人会来遮佚佗兼放烟火，影响因在地上较严重，就是中秋节连假。去年放到尾天光，烟火噪音加上制作粪扫，互当地真困扰。吵啦，迄无多拢2、3点了咧放咧，你问里长无困过，就来伫尾天光，我拢早起来啊。它影响不止沿海，它那个炮声，它会直接影响到整个湾里的社区。有长者被吓过吗？当然啊，还有小朋友啊，对啊，所以都会打电话给里长。有时候炮放了就走了，他来的话也是抓不到。那有时候我们里长会真的是受不了，我们就骑摩托车去做一下劝导。市府强调讲，当年中秋拢会针对黄金海岸、关系平台这些所在实施烟火加强稽查。民众暗时10点了后，千万唔通使用扩音设备，也是放烟火。若发现违规，会防开罚单。若是伫特定医疗，也是学校顶区域，就会罚双倍。所来也有2天休假，环保局已经成立中秋环保稽查小组，呼吁民众遵守规定。记者邱台南采访报道。来关心屏东有一间必威食品公司，咱像是为着要省成本，使用着这工业咧用的上用水来甲猪肠加工，或者肠会当较白、较紧实，也较好卖。一寡有问题的大肠是已经卖去到台北、桃园，还有高雄、屏东等等这个县市，即马拢赶紧陆续来回收落价。目前嘛，搁咧追查有卖去什么所在。稽查人员到屏东必威公司洗大肠的库房，甲红色大桶仔内底，这猪的大肠全部拢甲扣起来。现场也发现装置的工业级滚油水空桶，必威涉嫌使用工业级滚油水来加工猪大肠，负责人以50万交保。因为阮这案件还在咧侦查。根据了解，这间公司对于中北部南下经营屏东市场，10月23号公司的销铺发现有问题的 B 级大肠，老往台北市屏东县，也佮高雄市；白小肠是老往桃园市，将已经回收2159公斤问题产品。地方政府也对查进回下游厂商产品流向，将老往桃园市的产品已经全数回收。今年8月及9月进货36公斤、90公斤。自述首次进货分送某特定船舶伙食补给，第2次则以自行销毁。双氧水它也会破坏肠子的组织，所以变成说，伊的撒的时间唔免拖甲遮久，时间缩短，然后卖相又好又白，然后脆度也会跑出来。做屠宰业的其他业者讲，这滚油水会使改变猪大肠的组织甲脆度，无排除对方是为着降低成本、增加利润才参的。有这业者是向台铁来做这厂房作业，台铁已经要求对方搬离开。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年第22号风台夏凉已经形成，目前预告是要直接影响到咱台湾。明仔载中秋节，有关是好天会当看到月亮。因为今仔日各地原来是真烧热，气象署是有针对北中南9个县市来发布高温特报。今仔日本岛上高温是出现伫咧台北内湖，有热到37度半。出大日头，只外线真度形成，天灯红灯的是不少人落尾去树骹，也是野火线、野日头。为着和平将天灯红灯的时免受巷肉拍至即可，北市府规划伫信义区5个路口设置野日设施，并明年设置完成。这边可以设置一个阳伞之类，然后给等红灯的路人。
然后在下面吃，不然真的很热。避太阳的地方，就是可以让大家等这个红绿灯，因为其实就是蛮晒的。这个计划目前预计会先在信义计划区的几个街角作为示范，包含市政大楼的东北角、松高路跟市府路的交叉口的公园用地，以及101的街角。时程的部分，目前力拼在明年完成设置。中秋连假拢是好天气，气象署发布高温特报，针对上北、台中市、台南市发布柑仔色警报，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记录。桃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屏东县是黄色灯号。那既然高温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在大台北，还有比较靠近中南部的近山区的平地，可能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西北太平洋目前有2个风台发展中，分别是美德5甲透早新生成的海龙。气象署表示，美德5会盯到中国雷州半岛一带对台湾无直接影响。海龙的路线是由原有变数，设备监视转向的关键期。另外，中秋节天气真稳定，暗时欣赏到光光的月亮的几率是真悬。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连假有真侪人出去爬山，毋过煞来传出意外。伫咧台中有山友伫咧南湖山河附近摔断骹骨，互直升机载落山来就医。因若南投甲苗栗嘛拢有民众爬山爬到昏去袂喘气，落尾送病医，有关系不幸过身。空气总队队员将受伤的人固定伫担架，所落的送上乌鹰直升机。中秋连假第2日，台中市和平区南湖山坳，一位细华的山友登山途中无细力滑倒，造成脚头骨骨头支气，佮有5公分的空脆无法度行，找5透早。报案请求救援，空勤7点左右载运受伤的人起飞半点钟的航程，到青川公机场后送病院救治。最后，在空勤总队直升机于7点4分成功吊挂，并于7点35分抵达清泉岗机场。最后由清泉分队救护车送往57同综合医院。现行已实施，还有很多东西。确认已先生。救护人员使用 AED 电击甲天公伯爷抢命。南投县信义乡林芝山拜六有一位51岁姓张的山友，一个人爬山，伫安埔往鹿林山600公尺乌水塘的所在，突然身体无爽快，无法度行救援，无偌久就失去喘气心跳。救管处不集中队加上防局，先后赶到接到救援了后，送去德山秀团病院，不过急救了后有缘死亡。本局救护人员接手以后，立即建立进阶版呼吸道管道、叠氧及输液管道，及以自动体外心肺复苏机进行抢救。苗栗县大湖乡的关道山步道，拜六下昼有一位67岁姓苏的查甫人爬山昏倒休克。当地路况真无便，消防人员使用广式的担架搬运落山，送去台顺病院抢救，也毋过最后有缘死亡。消防单位呼吁民众，中秋连假出去佚佗爬山，爱看自身的健康状况，千万毋通疏忽。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过来看到昨伫咧金门烈士的渔港，咱像是有渔民为着要抢所在钓鱼仔，煞来相拍，海巡人员去到现场要处理，搁防塞车弄掉。落尾是将这个嫌犯依照妨害公务的罪嫌移送法办。中央开车启动来到现场处理的海巡人员，海巡人员大声话也是无倒来阻止。原来是因为中秋连假，金门的这个黄鱼计销大起。金门烈士一个渔港，两边的渔民敢若为着抢钓点，先是伫咧海上发生纠纷，等来到港口了后，双方又搁拍起来。四人的嫌犯也开车启动这个海巡人员。擦撞所以后来也有到医院去就医，小腿的部分有擦挫伤，有做一些简易的治疗之后没有大碍。最近刚好是黄鱼季所以就比平常出海的作业的民众都比平常多这样。嫌犯他涉嫌就是开车冲撞海巡署同仁的部分，有以现行犯然后进行讯问，并且预支5万元交保。这4人嫌犯从当场抓起来，依照妨害公务罪移送法办，检方核实了后，尾也是5万块交保候团。随上黄鱼主要分布伫金门、马祖甲中国的万港口，设伫金门肉质真有利，真侪车客真高档的料理。因为掠过头野生黄鱼数量少，拄到中秋节价格更加贵。现在野生都很少啦，那价格也贵，尤其野生的黄鱼又是更贵。最主要是黄鱼不要过度捕捞，要富裕。有老人来相拍，这涉案的人无转述到案，检警继续追查这涉案的人到案，追究因的刑责。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日本前经济安保大臣
高市早苗昨是当选自民党的总裁，准备要乘做日本头一位查某的首相。伊除了甲咱密切往来，也甲前首相安倍晋三同款，主张台湾出代志就是日本出代志。咱的总统赖清德表示，希望会当继续来推动台日的关系。前总统蔡英文也铺文来给祝贺。今年4月，高市早苗以日本自民党众议员身份，率领5位新生代国会议员访问台湾，展现伊长期坚定的友台立场，甲明确的抗中态度。继续伫2021年、2024年了后，第3摆投伫自民党总裁选举，即马确定当选自民党史上头一位女性党魁，也有希望乘做日本头一位女性的首相。台湾も日本もこれからお互いに防衛力は強くし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非常にセンシティブな情報を共有する準同盟になるかと思います。そういう幅広い協力関係を作っていく、そして情報共有の場を作っていく、ここに専念をしてまいりたいと思って。高市早苗是甲台湾互动上密切的日本政治人物之一，即马乘做自民党创党70年来头一位女性的党魁。伊捌几摆讲过，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挺台日合作。I think the fact that a woman has been elected is obviously a milestone in Japan, and perhaps seeing a woman achieving top political office will be something that makes younger women in Japan think that it's possible to achieve top-level jobs in the economy and in politics. 高市早苗提出的政见是希望照着大胆的危机管理、投资加成长投资，展现强烈的经济力加外交力。综合大学名誉教授相田宪彦认为，日本目前面临物价压关等眼前挑战，也面临人口减少、经济衰退等长期困境，加上政治温忧，拢是高市未来一步一步要面临的挑战。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荷兰讲是捷克版川普的捷克前总理巴比斯，伊所带领的政党，伫咧即届国会大选选赢执政党。外界就认为有可能会改变捷克支持乌克兰的立场，或和匈牙利、斯洛伐克同款，或向罗西亚。一般好野人前捷克总理巴比斯领导的不满公民行动党 ANO 伫国会大选胜利，得到大约35%的选票，赢现任总理费亚拉的23%得票率。ANO 有估会伫众议院会有80席，伊若主张捷克优先，并且自称川普主义者的巴比斯，打算组成单一政党政府，并且讲这是历史性的成功，也是伊政治生涯上好的时阵。Prosím vás, já jsem byl lídr, naši voliči chtějí, abych byl premiérem. Já myslím, že máme v tom shodu. 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对2022年爆发以来，捷克毋但提供重型的武器、军事援助基辅，也为乌克兰来种钱买炮弹，被看作是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不过，巴比斯对这款的支持毋但提出质疑，也拒绝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要大幅来增加国防支出的这个费用。Et dans le cadre de budget, évidemment, il y a beaucoup d'argent pour l'Ukraine. La République tchèque aide chaque année le budget européen. Nous payons à peu près 2,5 milliards d'euros. Et de cet argent est utilisé pour l'Ukraine. Mais si le gouvernement actuel a fait des dettes qui sont plus grandes que les 3,5 gouvernements précédents, et il n'y a pas d'argent pour les médicaments, nous aidons l'Union, et l'Union aide l'Ukraine. Je pense que c'est clair. 民粹主义者的巴比斯政党获胜，外界认为可能予捷克支持乌克兰立场转向，而且可能甲进成功。罗西亚已经赢到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匈牙利总理奥班，甲希望甲罗西亚发展关系的斯洛伐克总理费佐形成亲罗西亚阵线。公视新闻新闻配编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28度至36度，中部地区29度至34度，南部地区30度至36度，东部地区28度至32度。还有外岛地区28度至32度。咱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气象。
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田雅俊，祝您中秋节快乐！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